大家好，唔知你係一個好隨性嘅人啦，定係你每一件事呢都要安排晒先至覺得安心？無論呢你係邊一類人都好呢，我相信你喺人生裏邊呢都曾經經歷過一啲焦慮、擔心嘅時候。喺嗰個時候，如果同你講你要放手俾神，你會唔會覺得係一個天方夜譚，甚至乎可能覺得好危險呢？但係如果神佢真係知道你嘅需要，你願唔願意喺嗰一刻嚟到去相信佢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Shipman，我覺得能夠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嘅，先至能夠叫信仰。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分享基督教資源嘅頻道，希望讓到大家喺繁忙嘅生活裏邊，能夠得着信仰嘅啟發，將信仰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，從而做到生命中遇見神。喺呢個全新嘅系列裏邊，我哋會透過荒漠甘泉作為藍本，引導大家喺短短嘅時間裏邊有一啲安靜靈修嘅時間，盼望藉着少少嘅時間，可以同大家一齊默想聖經，生命被神改變，最後喺生命中遇見神。今日我哋會睇嘅經文係馬太福音6章28節，聖經咁樣嚟到去講：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樣長起來？呢一段經文呢，係耶穌呢，佢喺登山寶訓裏邊嚟到去對一啲嘅會眾嘅教導。呢一度呢，嚟到去教導到會眾點樣嚟到去唔好喺地上邊去憂慮自己嘅生活，要將自己嘅信心放喺神嘅裏邊。佢呢用咗一個比喻，佢話俾我哋知呢，要我哋去睇下地上邊嘅百合花，睇下嗰啲野草點樣嚟到去生長，點樣嚟到去一夜枯乾，但神呢尚且去顧念佢哋。佢話呢，我哋尚且唔係比嗰啲嘅百合花，比嗰啲嘅草更加珍貴。上帝呢，豈唔係會更加去睇重我哋，珍惜我哋咩？當時呢，百合花同埋野草呢，其實喺曠野裏邊呢，係一種非常之常見嘅植物啊。喺呢一個曠野裏邊呢，經常都會遇到呢一類型嘅植物。佢哋呢，好容易嚟到去生長，好容易嚟到去枯乾。耶穌呢，就用咗佢哋呢嚟到去比喻到一啲最微小嘅受造之物。上帝呢，佢嚟到去看顧呢一啲好微小嘅受造物，佢為百合花嚟到去裝飾，佢顧念佢哋，知道佢哋需要。上帝連呢一啲都顧念嘅時候，何況係我哋人？我哋豈唔係更加可以去經歷上帝對我哋嘅看顧，喺佢生命裏邊去遇見上帝點樣去看顧我哋咩？喺荒漠甘泉裏邊呢，今日有一個故事都好值得我哋一齊嚟到去思想。佢話到呢，古時有一個嘅修道士，佢呢去種咗一棵橄欖樹。當佢種咗之後呢，佢嚟到禱告，佢話：神啊，佢好需要水分，求你呢俾佢有落雨，讓到佢呢有雨水去滋潤佢，讓到佢可以吸收發芽生長。於是呢，神就降咗雨，讓到呢一個嘅種子可以吸收水分，嚟到去發芽生長。然後呢，佢又開始嚟到禱告，佢求神呢，佢話：呢一棵樹呢，好需要陽光啊！求你呢俾佢有足夠嘅太陽啦。於是呢，雲就消散咗，雨呢亦都停咗。神呢就俾佢有足夠嘅日光，呢一棵樹呢又繼續嚟到去成長。然後呢，當佢見到呢棵樹成長之後呢，佢又再嚟到禱告，佢話：神啊，而家呢，佢好需要風霜嘅衝擊，令到呢，佢可以嚟到去堅固佢嘅組織，令到佢呢更加茁壯嚟到成長。於是乎呢，神又聽佢禱告。過咗一晚之後呢，嗰啲嘅霜呢，就喺佢嗰棵樹嘅表面呢，薄薄一浸嚟到起咗霜。不過呢，去到夜晚之後呢，呢棵樹就死咗。於是呢，佢就去見另外一個修道士，同嗰個修道士呢去分享自己好奇妙嘅經歷。當佢見到嗰個修道士嘅時候呢，佢發現原來呢個修道士呢都有種一棵樹，而且呢生長得好茂盛。於是呢，呢一個種樹嘅修道士就問佢：點解你呢一棵嘅橄欖樹可以生得咁茂盛、咁靚嘅呢？你做咗啲乜嘢？嗰個修道士就咁樣嚟到去答：其實我冇為呢一棵樹有乜嘢嘅操心，我亦都冇為呢一棵樹做過啲乜嘢。我只係將佢去交俾上帝，
因為我知道做佢嘅神比我自己更加清楚呢一棵樹需要啲乜嘢，所以我冇向神提出任何嘅條件、建議或者方法，我只係禱告話：神啊，你將佢所需要嘅，你就俾佢，無論係風，無論係雨，係霜，係雪，係日光，係啲乜嘢都好。你既然做佢，你一定知道佢，你亦都會供給俾佢。呢個故事咧，都讓到我哋有好多嘅反思。我哋喺人生裏邊，我哋係咪咁樣嚟到去禱告上帝？我哋係咪有自己好多嘅計劃，然後有好多唔同嘅後備方案，然後求上帝按着我哋心所諗嘅嚟到去成就？我哋有冇試過咧，為唔同嘅事情嚟到去操心，去制定好多唔同嘅計劃，最後咧，反而我哋東奔西跑，好似嗰個故事裏邊第一個修道士咁樣，佢忙咗好多，但係最後佢棵樹都係死咗。有時我哋喺好多勞碌裏邊，我哋反而經歷唔到上帝俾我哋安息，反而我哋放手去俾上帝嚟到去掌管嘅時候，我哋雖然唔能夠捉緊一切，但係我哋卻能夠經歷從神而嚟嘅安息。其實喺人生裏邊咧，有好多事情都冇辦法捉得緊。我自己咧都記得以前曾經去過外地嚟到去有一啲嘅退休嘅時間。去到嘅時候咧，我自己定咗大概4日嘅時間喺當地嚟到去退休。咁啊有一啲安靜嘅時間學習咧，嚟到去放低即係工作，放低忙碌，嚟到去單單與神嚟到去親近。但係咧，我知道咧4日之後咧，我要翻去即係工作裏邊嚟到有好多嘅事情等緊我嚟到去處理。當然，嗰4日裏邊我可以嚟到放手，但係咧就喺呢4日裏邊呢，我就知道一個消息，原來就係香港咧嚟到去打風啊！我有機會咧，因為咁樣而翻唔到香港。突然間呢，我自己安排咗嘅時間呢，可能要嚟到去拉長。喺香港呢，有好多嘅事情呢，本身要嚟到去由我嚟到去處理，但係喺呢一刻我都唔能夠處理，我唯有不斷嚟到去不斷嚟到去東奔西跑，去揾好多後備嘅方案，揾好多人嚟到去幫手去處理。但係咧喺呢一刻呢，突然間上帝去提醒我自己，我喺退休嘅時間裏邊。上帝要我學習嚟到去放手嚟到去依靠佢，去知道上帝佢掌管一切，去知道佢先至係嗰位帶領一切嘅主。我只係喺當中去配合上帝嘅工作。於是雖然計劃唔能夠好似我咁樣去進行，但我願意放手俾上帝嚟到去帶領。喺裏邊雖然我仍然要去有好多嘅打點。但係當我打點完一切之後，我再次去返上帝裏邊，我同上帝講，我將一切交喺你手裏邊。喺嗰一刻呢，我完全經歷到上帝俾我嘅安息同埋平靜。我唔需要再擔心之後事情要點樣嚟到發展。我知道無論點樣發展都好，上帝有佢嘅計劃同埋心意。去到最後呢，我唔能夠好似我嘅計劃咁樣4日之後翻香港，我要喺當地滯留多2日嘅時間。但係呢，我喺裏邊呢，我可以有更多休息嘅時間。我亦都有機會呢參加到外國教會嘅聚會。喺過往嘅日子呢，如果我唔係有特登請假或者特登去呢，我根本冇辦法可以去到其他教會，甚至乎呢喺外地嘅教會嚟到去聚會。嗰次呢，係我第一次能夠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參加教會嘅崇拜。上帝呢，俾我睇得見，佢喺唔同嘅地方，佢仍然係我哋嘅主。我好深深體會到上帝喺裏邊點樣嚟到去看顧我哋。感謝神，讓到呢自己能夠喺當中去體會到乜嘢係真正嘅休息，乜嘢係真正知道神係神。唔知你又有冇一啲嘅事情而家係操心緊？唔知你有冇啲事情係擔憂緊？唔知點樣會嚟到去發生？我哋都一齊嚟到去交俾上帝。我哋相信上帝會喺我哋人生裏邊掌管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喺生命裏邊體會上帝
嘅同在同埋帶領。我哋最後一齊祈禱啊！差主，多謝你俾到我哋今日都藉着百合花呢一個嘅比喻去提醒我哋，上帝你顧念我哋每一個人嘅需要，你希望我哋能夠嚟到去依靠你，相信你。上帝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因為咧面對環境嗰種嘅不安，我哋好希望可以嚟到去自己有最大嘅把握嚟到去度過呢一啲逆境。我哋好希望我哋可以捉得住，但係上帝係知道我哋能力有限，我哋唔能夠捉緊一切。唯有上帝你先係我哋嘅主，你可以掌管一切。盼望我哋喺一切嘅患難嘅裏邊，我哋體會到上帝你喺洪水裏邊坐着為王。主，求你加力俾我哋，讓我哋繼續嚟到依靠你，有力嚟到去度過我哋每一天。我係祈禱，係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今日嘅內容去到呢一度，鼓勵你喺結束之後仍然可以有一啲時間去默想頭先嘅內容，有個人同神祈禱親近嘅時間啦。